是坏人，我中了敌人的奸计，我发誓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队长，你的情况怎么样？歹徒挟持的人质有效损，我已经派人去找。好，长官，医生到了。怎么是他？他不行，换一个医生。我有5年医龄，为什么我不行？里面都是真枪实弹，歹徒穷凶极恶，杀人不眨眼。你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你是长官，会保护我。别伤害我的孩子！别怕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进去之后不要惊动我，不要激怒歹徒。我保证，只要我没事，不会有事。别耍花样。医生，你快救救我的孩子！医生，我是医生，你让我看看小孩。这箱子里面都是药。出去！你们和郑司礼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怎么你认识他？我是郑司礼他老婆，郑司礼居然背叛我。医生，求你救救我孩子！医生，慢慢喘。谢。放他们出去，我做你们的人质。你看我傻呀？你留下来做人质，不是不想活了吗？让他们都滚出去，不然我杀了这小孩！不要！我留下，我做人质。小孩和长官都是拖累和威胁，但我不会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我做人质是你们最好的选择。让他们滚！我会让你有事的。刚刚外边有小孩子，可把我憋坏了！啊你！全力实施救援。放开我！你叫的越大声，我就越兴奋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受伤了吧？谢谢长官，我自己能走。我送你。不用，我真的没事。方长官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皮外伤，查一下他所有的资料，不要屈服。回来了，我饿了，给我做饭。你什么时候再去看我一趟？他只有看到你面前才会好一些。最近我很忙，再说。
忙着陪别的女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去救了一个女人和孩子，孩子有哮喘，那个女人说孩子是你的，我居然傻乎乎的跑去救你的情人和孩子。哦，你说我婚内出轨有错是吗？我们恋爱了7年，是谁在婚前不要脸和其他的人睡，而我义无反顾的娶了你，而我义无反顾的娶了你。真的想不起来我你到底是想不起来，还是不敢跟我说？不敢跟我说你和几个男人睡了？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够了！你说我婚内出轨有错是吧？好啊，离婚！离婚？那我妈妈怎么办？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你给我戴了绿帽子，还要我赡养你妈、看望你妈，我是脑子有病吗？我不理你们。跟其他女人相爱，吃什么路？我爱你，不要走。那周去医院看我妈妈也治好。好啊，看你的。所以你这天丈夫正室里，昨天我们救的人是正室里的情人孩子。孙燕的母亲文丽，女孩不是综合症，有一次车祸，她晕倒在路上，是正室里救下了她。自从那次事件之后，文丽只记得正室里，根本不记得苏云这个女儿。知道吗？你觉得他会离婚吗？苏小姐吗？离婚？一般因为感情破裂或者爱上他人。苏小姐也有情人，我怎么没查到啊？行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警察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中了敌人的奸计，我发誓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是我害了他。苏月，不好了！人救那个女人带着孩子来医院闹事了，快来呀！快点啊！受这苦呀，丧心病狂呀！就是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孩子开的药，我孩子吃完之后上吐下泻，连着好多天，现在就直接昏倒了。这不可能！天哪，药都能开错，这人还配做医生吗？算了，我不是我害怕。这里是医院，孩子现在昏迷不醒，我带他重新去检查。你滚开！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给我孩子配药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双手掐着我孩子的脖子呀！你就是想现在你别乱说话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打毒？混账东西，连个小孩都下得去！你怎么还打人呢？你们都别听他胡说，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。还在这里说谎，人家孩子都这样了，难道是装的？大家抓住他，让我们把他手废了，以后再也不能害人。不要来，带上去医院！手废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停！
张宇，我忘了你是谁的情妇来着。我靠，原来是小三啊！小三生了孩子还敢上医院来闹啊！看见没？这才是真相。这小三才该死吧6月11日，张宇，你以情妇的身份被歹徒挟持，是我和苏医生冒死把你救下来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恩将仇报来了。我倒是不介意再一次把你和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关在一起。我是污蔑苏医生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妈妈，我害怕。孩子晕倒也是装的吗？小三能教出什么好孩子呀？苏医生，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放我一条生路？你影响医院秩序了，马上离开。滚！那女人啊，肯定是郑司礼安排的，她就是不想让人好过。哦，那我就不耽误你和夫人们谈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冯长官，家事让你见笑了。郑司礼是家人，我是外人。反正谢谢你啊，冯长官。加上上一次，你已经救了我2次了。不客气，刚好有个事需要你还人情。没问题啊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？今晚有个宴会，麻烦苏小姐帮我挑选一下戏服。行，那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冯长官，你看那个西装的钱我给你付，你在家里跟我客气。冯长官，我们不是给你买衣服。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女朋友，也没有女性朋友，所以还需要苏小姐跟我一块儿去参加这个宴会。冯长官，您知道我已婚。然后呢？这是个国际晚宴，国内外的宾客都会出席。苏小姐是担心我轻薄你还是？不是，冯长官才不会呢。这些都不错。太露了，换一下。太清纯，不太适合商务宴会，再换一套。先生，您女朋友穿每一件都很好看，您是想多欣赏欣赏您女朋友吧？站一下。哎，等等。就这件吧，顺便再试试鞋子。没错。我记得。别了。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为我穿鞋。怎么样，大脚对不？该试过的都要了。冯长官，不用，我平时吃不了这些的。慧林哥哥，好巧啊！慧林哥哥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他不是说没有认识的女性朋友？是我的女朋友苏雨。慧林哥哥，你给了这个女人多少钱？
让他能同意帮你一起糊弄我。这是风铃哥哥送你的。风长官救了那么多次，我也帮帮他。是呀，这就是风铃送给我的。你觉得好看吗？风铃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10倍！现在立马给我消失！杨嬷嬷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的是我吗？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！我可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的未婚妻。风铃他没有给我钱，就是他。贱人！别逼我！你说你们是男女朋友，那你敢吻他吗？如果你吻，我就信他是你的女朋友。怎么？不敢吧？你就是装的。不客气，我是有妇之夫呢。我这算出轨了？怎么样，满意了吗？你是希望我回吻风铃吗？你是不是喜欢看我们做？风长对不起，官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们就当刚刚的事情没有发生好了。走吧，给你买衣服去了。风长官，这件你喜欢吗？喜欢。行，那就这件吧。好的，马上给他试一下。要是被郑司礼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完了。小姐不行，就进来更衣室。需要撕衣服了。不方便？对。难道一对男女在里面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介意的，男女之事，情难自抑。哥们儿，我不介意你们动静大，你随意。我为什么要躲呀？明明没什么，都像是有什么奸情。往我靠近。如果不是我这样，我要放他在一起。不会旁边的狗男女有宿运吧？
我为什么要躲进更衣室啊？完了，现在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，那我们的惊奇就更真了呀。不会是你吧，苏雨？如果让我知道你背叛我，你应该知道下场。王熙，什么事？邓子礼，你还好意思问我有什么事儿？今天你的小三带着孩子来医院闹，你别说你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今天我和小韵要刷到你黑卡？苏韵跟你在一起。邓子礼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！今天小三过来一闹，还打伤了小韵。最近小韵都住在我家，你呀得好好反省，要不然你又带她出去泡男人。你敢？是谁在联系？应该是帮到小韵了吧？这也太恐怖了。嘿嘿，我刚刚看到你和大帅哥封长官一同进了更衣室，嘿嘿，放心，你老公我已经帮你解决了，我更支持你和封长官哦。想干什么？没事。好看吗？抱歉啊，副长官，刚刚事出太突然了，我突然冲进来，明明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之前我吻了你，我也很抱歉。还有就是，副长官，我是已婚的身份，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避嫌。那个宴会我不能陪你去了。好，不勉强。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副长官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你的衣服。我不去宴会，这些衣服我也用不上，要不然您送给别人或者退掉也行。要不收下，要不我认了。哎，那谢谢副长官，副长官再见。小心！副长官，刚刚那是什么？副长官，你怎么了？眼睛好痛。我带你去医院。情况不容乐观，封长官现在属于血盲症状态，人眼视网膜受强光刺激，暂时失明。失明？那他这个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这个症状因人而异，有的人可能1周恢复，那有的人需要更久，1个月左右。1个月？现在封长官1个小时都在那吃东西，还有这个很多是幼儿园，那么多药还不打手。药肯定会开，但是不是神药啊，1个小时肯定不能恢复。苏小姐，今晚你做我的宴。副长官，你的眼睛看不见，不会紧张吗？不会，我有你。苏小姐，这次宴会不能带保镖，封长官就交给你。我绝不能让封长官身陷危险。
就交给你了。平板上都是今天晚上参加宴会的成员的照片。苏小姐，需要你在1个小时之内记清并收背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只有1个小时怎么记得啊？苏小姐，学艺无营，背了那么多书，这2次来绝对没问题，我相信你。有必要时用耳机联系风铃。宴会的人员混杂，稍不小心就完了，绝不能打搅风长官的身体有恙。这些人到底是谁要害风长官？这是樟树华族，手腕向右偏，说明来客方向在右边；向左偏，来客方向在左边。越来越帅了。张伯父、婶婶，张伯父才回国不久吧？最近东南部地区的橡胶贸易还行吗？最近降雨量不足，产量很少，队里需要的今日轮胎不好做。风铃，你怎么在宴会上戴墨镜呢？哦，最近和那人有点激烈，所以把眼睛弄伤了。怎么想这个理由啊？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就不知道节制，你还是戴上好。让您见笑了。这是法国人，比你低1等级的亚伯拉罕。Oh, Belda, vous êtes la plus belle femme chinoise que j'ai jamais vue. « 风铃还会法语，他们在聊什么？ Apparemment, c'était juste un accident. Je veux te perdre. 这谁啊？好像等级很高。这批人都长一样啊。小人我想不起这个黑人的人是谁了。 حبيبة الأميرة إذا ما شفتك 风铃也太厉害了吧，还会阿拉伯语。 Tu país es hermoso. Thank you。太太说什么？他在餐厅我们走过。哦，原来是那位公主啊，奶奶地位一定更高。要不要跟我一起跳舞？跳舞？风铃都瞎了，怎么能跳舞？可以拒绝。作为是公主，没法拒绝。My pleasure。 完了完了！一旦跳舞暴露出风铃的眼睛问题，亚伯拉罕肯定不会放过风铃。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？怎么感觉大家都希望风铃露出马脚？不可以让风铃有事。大家跳舞之前，先共饮一杯吧。 苏韵，这都流血了，怎么办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风铃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带苏韵去包扎一下。好。 Excuse me. Next time. It's okay. 为什么要自作自受，伤害自己？我要是不带你离开的话，你就得和那公主跳舞。被别人发现你眼睛有问题怎么办？区区一只交际舞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跳，怎么着也不需要你自残来解决问题。那万一呢？万一你踩到她的裙子露出马脚怎么办呢？
你知不知道叶慧婷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，希望你出差错吗？你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当然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不想因为我哪怕受到半点伤害。凶什么凶？原来是担心我。没事的，我这个伤口不疼。好啦，我以后不这样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宴会厅。所以你怎么了？你再这样关心我会出事的。你眼睛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。Hey, faisons un autre duel. Jamais perdu avec vous, c'est... 什么？他想要决斗。Viens, Raclette. 关林，亚伯拉罕离开组织，简直越来越发不偏。他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今天必须得好好教训他。决斗？疯了吧？风铃看都看不见，这不是让风铃找死吗？决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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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ais-moi go alive. 跟你决斗，我闭着眼睛都可以。什么？风铃准备闭眼决斗？不要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不要命了？我们拼一把。好。等我一下，小心！闪闪，左边去，别去，小心！加油，风铃，打倒他！打倒他！打倒他！打倒你！闪闪，低头。再有下一个，你死无足惜。谢谢。冯长官，你闭着眼睛都能打赢，怎么那么厉害呀？有你在，怎么回事？好在危机总算是度过去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苏小姐，很抱歉，还有一事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啊？冯长官眼睛有问题的事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在长官恢复之前，能不能贴身照顾一下冯长官？我贴身照顾？照顾到什么时候？文珍，不要再为难苏小姐了。没事，苏怡你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能行。送苏小姐回家。是，冯长官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送您回去。文珍啊，我不是让你送苏小姐回家吗？等你眼睛恢复了，我再回去。谢谢。我给你脸了，苏云，你还敢挂我电话？我和妈在一起，你好好和你的情人过吧。司礼，你不要理那个贱女人，她有什么可好的？你跟我好好的呗。我警告你，她是我老婆，只有我能找。我要是再敢去找她，我就把你换掉。司礼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去找他。
你衣服穿反了。哦。当着我的面就脱，真不和我客气。跟我来。好香啊！试试，能自己喂到嘴里吗？真当我是3岁小孩？我就做了一些简单的菜，封长官不介意吧？介意？我有资格吗？这还第一次有女人帮我做饭。你之前都没有交过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一直喝白粥，怎么看起来怪可怜的？喜欢吃虾吗，封长官？给，吃虾。来，红烧肉尝尝，怎么样？好吃。还要？哎，你怎么跟3岁小孩一样啊？还用手抓饭？给。你笑什么？你能看见了？没有。偶尔失明一下也挺好。你在这儿好好的休息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就随时叫我。所以，怎么了？谢谢你照顾我。你们医院陪护1小时多少钱？我给你1万1小时够吗？医院陪护啊，封长官，我可是在帮你保守秘密，那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个1000万的封口费吧？好。书柜的灰色盒子里有张银行卡，密码436143。不是，你疯了？你就不怕我真把钱给取出来啊？够你花吗？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甩掉工资卡。我不跟你鬼扯。挺好。人呢？什么时候弄的？苏英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渴了，想喝点水。还好风铃什么都看不见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倒。不好意思，就是我干了。我想喝点水。我去给你倒。怎么脑子里想这些东西？风铃的眼睛什么时候才能好？苏英会离婚吗？心里来了，我的宝贝。
韵不在吗？苏医生，最近都没看到呀。我和妈在一起，你好好和你的情人过吧。哄你个苏韵，竟然敢骗我！副长官，你眼睛好了，真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的照顾，今天我来做饭。不麻烦了，副长官，你眼睛好了，我也就放心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起吃个饭，就半个小时。你现在给我滚回来！半小时内看不到你，你知道后果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副长官再见。司礼。张志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小玉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敢背着我去找男人？你这反应真有找男人！你敢背着我戴绿帽子？苏月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弄死他！张司礼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要为那个男人跟我离婚？你要为那个男人跟我离婚？你为了他，你要跟我离婚？张司礼，放开我！你只能是我的！你不让我亲，你是不是爱上那个男人了？我喜欢上了风铃吗？他让你爽，让你更爽。你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张司礼，你别跑！让你爽就爽！放开我！张司礼！苏月，你他妈找死！要么你今天弄死我，要么我报警！报警？不顾你妈的死活了吗？现在知道吗？绝望了。你要怎样？小琪，苏月，我们不离婚，我还会每周都去医院看望你妈。张司礼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只要你答应我，不再跟那个男人见面。苏月，你知道吗？碰你，我心脏那么就喜欢看你囚禁在我身边的样子，看你苦苦哀求我的样子。我知道，这样的你真的好迷人。你无耻！也不知道苏云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郑司礼太过分了，他
监视就监视呗，也没什么好谈。这次又家暴你是不是？咱们可以找封长官帮忙。不要，别联系。要说你俩没关系，我都不相信。别闹了。那你离婚不就可以跟封长官在一起了吗？封长官，他跟这苗红的前途似锦，我的过往不干净，就算离婚，我也配不上他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配不配得上，那不得封长官说了才算吗？我已经答应郑司令，我不会再见他了。你真的舍得不再见封长官？想多了，我跟风铃就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好吧，那是我误会了。那你忙吧。封长官，这是周报。队里有人生病吗？啊？有需要去医院的吗？没有，大家每天的训练量都很大，身体都很健康，根本不需要去医院。行，出去吧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封长官，这附近有一所幼儿园，希望跟咱们合作，需要咱们派人去幼儿园组织训练。市里的儿科医生也会前去做义务检查。当然，医生谁会去？我们可以指派医生。封长官，您看谁合适？我苏运去。那咱们队里指派我去。封长官，您亲自去幼儿园组织训练啊？行，当然行。封长官您最行，妥妥。夫人去幼儿园帮忙做义务体检了。幼儿园？他最近有见其他男人吗？没有，来看病的都是女的，带着小孩。算了，不用盯了，回来吧。是。啊，再大一点，啊，大一点啊。好了，下一位。这是张宇和郑司礼的孩子。过来，你的哮喘好些了吗？这是你欺负我妈妈坏人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医生姐姐给你。奇怪，为什么见到他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？谢谢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姐姐去脱个衣服，再回来给你检查好不好？你身上有事了？我们不离婚，我还会每周都去医院看望你妈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不再跟那个男人见面。没事，我先去换个衣服。风铃怎么也来这里？巧合吗？小新真乖，来，姐姐给你看一下。小新的心脏特别健康，走，我带你去上军训课。爸爸，你终于来接小新了。风铃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吗？怎么还有个孩子？难道当年一夜情之后，我和苏韵居然有了孩子？爸爸，我好想你。如果小新真是我和苏韵的孩子，他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你长官，不是你爸爸。你就是我的爸爸呀！风长官，风流之后连孩子都不认了。发誓，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小朋友。小新不哭不哭，老师在呢。抱歉，说一声，风长官，小新是个孤儿，他太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了。5年前，有一个中年妇女把小新偷偷的送到了幼儿园，便跑了。我们发现她的时候，她的衣服里还塞着1万块钱，多可怜的孩子！我们幼儿园就收养了她。那这么多年，小新他妈妈都没来看过他吧？没有。那个中年妇女好像不是他的妈妈，
是他的外婆，不知道妈妈知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？还好，我吃饱了。和爸爸一起吃饭。小新啊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你的长官，我是你的爸爸。医生姐姐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？小新，医生姐姐是最喜欢小新了。那医生姐姐，你能做我的妈妈吗？小新是个孤儿，是太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了。好呀，小新，那今天我就做一天小新的妈妈，好不好？好呀好呀，我有妈妈啦！来，今天我也做你一天的爸爸。谢谢爸爸。爸爸，你不给妈妈夹菜吗？小新真聪明，妈妈今天辛苦了。爸爸妈妈都很爱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他的外婆为什么要狠心扔下他？大大的翅膀来了！爸爸妈妈再见。再见啊，小新，要乖哦。小新最乖了。小新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有妈妈。苏韵，冯长官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没有啊，冯长官有什么事情吗？这天气也不早了，你要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苏韵，你觉得你过得幸福吗？我幸不幸福那是我的私事，与你无关。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？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知道这可能违背道德，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喜欢你。之前的相处是不是让你误以为我是个轻浮的人？我没有那么随便，我不想成为像郑思礼那样的人。我知道你的身份，我也没有玩弄你的感情。你从我家离开后，我就是控制不住的想你。这一次的义务期间，也是我让元芳指派你过来的，因为我想见你。苏韵，我可以等你，等你离婚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呢？对我有过一点动心吗？他是真的喜欢我还会每周都去医院看望你妈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不再跟那个男人见面。我的过往不干净，就算离婚，我也配不上他。冯长官，谢谢你之前冒着生命危险救我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朋友。我不和女人做朋友。你以为我想听的是感谢吗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喜欢过、想过？我对你没有感觉，我没有喜欢过你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以前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喜欢你。还喜欢那个郑思礼？没错，我还喜欢郑思礼。所以，冯长官，你对我的喜欢让我觉得很困扰。
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唐突了。如果以后你再也不想见到我的话，我可以彻底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，永远没有交集。叔叔，别乱动。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为我穿鞋。怎么样，大脚合适吗？我就说你像妈，我给你熬了粥，小爸爸。你尝尝。你是谁呀？不喝你的粥！滚！给我滚了！这是我给你熬了3个小时的粥。妈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？我真的已经忍受不了郑思礼了，妈呀！干什么？别看着我，走啊！都不认识你。洪长官，你怎么喝那么多酒？他不喜欢我，都是我自作多情。洪长官，你喜欢谁？您这么优秀，怎么可能会有女人不喜欢你呢？是我自作自受，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。洪长官，您的父亲统帅来了，现在在办公室。回队里。欢迎哥哥。怎么，喝酒了？喝了一点。混账！你自己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？喝完酒是可以随时出任务的吗？再有下一次，我直接撤你的职。是，父亲。你呀，身边就是缺个女人管教你。从今往后，不管参加什么宴会，都必须带着未婚妻江默默。怎么，想违抗我的命令？遵命，父亲。你们准备一下，尽快完婚吧。好的，谢谢冯叔叔。怎么了？下班之后跟我参加个私人聚会，穿漂亮点。你以前都不带我参加这些的。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换套好看的衣服。你还有多久的？我不和女人做朋友。你以为我想听的是感谢吗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喜欢过、想过？
让开！上不了台面的女人，最后跟风铃哥哥站在一起的人还不是我。走吧，风铃哥哥。风铃和谁在一起，都比和我在一起好吧？今晚要见谁？有个大客户要买我公司的橡胶，现在国外橡胶紧缺，我刚好可以坐地起价。以后宴会我都带着你，你放心，我改邪归正了。都坐地起价，怎么可能改邪归正？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贱女人，刚离开了风铃哥哥，又去勾搭别的有钱有权的男人。姐，这位是我夫人苏韵。夫人，她是你妻子？江小姐，我妻子很少出来社交，你认识我妻子吗？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？最近吗？我们结婚5年了。郑先生，你知道你的妻子她……别人家的事儿，你管得太多了吧？江小姐，直说无妨。你老子她……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不要脸，贱女人，荡妇！还跑过来勾引风铃哥哥。江某某，闹够了没有？风铃哥哥，你疯了吗？他都已经结婚了，你还帮着他？对不起，什么骗子？个贱人，不要脸，你也配有老公？给我坐下！够了！是我知道他已婚，我继续追着他，听清楚了没有？风铃哥哥，这个狐狸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药？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如果你介意我以前追求过他，那我们的婚姻也可以随时结束。不，我就要嫁给你。你都说已经是过去式了，那你不喜欢苏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了一下。我感觉了不太舒服。够了，这做人都不好。江小姐，您刚才说我妻子什么事情？我说，您的妻子很漂亮，郑先生可要好好守着自己的妻子。那肯定是经常陪着的。副长官，我听说您这边要购买1吨橡胶。是的，我们需要一批特制轮胎，还希望郑先生在价格上给我们一点优惠。苏韵，我会让你为你的不争付出代价。这是富达各品质的橡胶报价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苏韵，你完蛋了！原来苏韵出轨的对象竟然就是风铃。苏韵现在居然喜欢这种款的，不用谢，郑总。可恶！风铃的身份不是谁都能动得了的。风长官，先吃饭吧。好。老婆，你昨晚累到了，多吃点。我们昨晚什么都没做啊。还害羞了？好好好，我累到了，我多吃。
郑总啊，您一看就是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人，您夫人一定很满意吧？江嬷嬷，说话注意点，真是。哎，我认为江小姐问得很好，但是我妻子满意不满意，还得问我妻子的意思啊。老婆，你昨天晚上满意我的服务吗？郑先生，我们的合作……别着急啊，冯长官，你怎么可以不尊重我的老婆呢？我老婆还没回答我话呢。满意就好，就怕满足不了你。呀，冯长官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森林哥哥，我给你止血。不用。冯长官，你都受伤了，要不然咱们改日再聊。不用，小伤，价格没问题，今天就可以签。别着急啊，冯长官，我突然间改变主意了，在原先的价格上再上涨50%。那不是要多加3个亿吗？给我戴绿帽，老子晚上回去再收拾你。您愿意合作，咱们可以继续谈；不愿意的话，请走。至于为什么上涨，我想冯长官您心里应该有数吧？看来他知道了。和我老婆风流乱来，这3亿只是一点教训。合同拿来。多出10个亿，赏你的。风铃，你要是再敢碰我老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真阔绰呀，冯长官。我听说您和江小姐即将完婚。是啊，我们下个月就举办婚礼了。那届时我一定携爱妻准时参加。这里，把手机给我。你怎么样，自己私底会对你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不用你管我。他还挺关心你啊！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苏月，你们当我不存在死了是吗？苏月，真沉重，好看。你想干什么？苏月，我警告过你不要背叛我，可你居然当着我的面跟他眉来眼去的。我没有，我跟他已经睡过了是吗？你们睡了几次？没有，我跟他没有睡过。你撒谎！没有睡，有睡过，风铃会愿意多出10个亿买橡胶。真的没有。你混蛋！你不是说嫌我脏不想抱我吗？放开我！别碰我！你拿刀指着我，别过来！你为了他，你要杀我！有本事你杀我！我们离婚，我再受不了你！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！我没有喜欢过你，可你没有感受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以前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喜欢你。你还喜欢那个郑司理？没错，我还喜欢郑司理。所以冯长官，你对我的喜欢让我觉得很困扰。
别着急啊，冯长官，你怎么可以不尊重我的老婆呢？我老婆还没回答我话。满意，满意就好，就怕满足不了。我很好，不用你管我。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？苏云根本不在乎我。过来。苏云，饿了一个晚上，老实了吗？周司令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？我要离婚。你是还没清楚状况对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像我养了一条狗。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吃不吃？给我吃！苏月，就算饿死，也不会让你和冯林在一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离婚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呢？对我有没有一点忠心吗？如果以后你再也不想见到我的话，我可以彻底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，永远没有交集。你给我坐下！够了！是我知道他已婚，我继续追着他。风云，我好想见你。苏韵，醒醒，别装了。苏韵，你别吓我。医生，我觉得我的手有点闷，是怎么回事？舒雨，你别难过。舒小姐，您昏迷的时候，我们给你做了胸片检查，您目前是乳腺癌时期。你说什么？你的乳腺上皮细胞已经发生了增殖恶变。癌肿已经扩散了腺管，癌肿比较大，已经发生了腋下淋巴结转移。现在这个肿瘤正处于晚期，我们建议舒小姐考虑切除左边乳房，以避免残余恶劣，引起复发。切除乳房？医生，就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吗？只要不切除乳房，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切除乳房，以后没有人会再喜欢我。这个病症检查出来太晚了，乳腺癌时期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不想危及到舒小姐的生命安全，本院建议立即做乳房切除手术。我不要做乳房切割手术。苏月，可是你不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，你别害怕。你做完手术，无论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我不信，我不要做乳房切割手术。好，我要去别的医院看。我带你去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咱们就不做手术。苏小姐，你这乳腺癌晚期，保守治疗对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作用了。苏小姐，你已经结婚嫁人，你的生命健康肯定比乳房更重要啊。
苏玉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切除乳房，我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。如果以后你再也不想见到我的话，我可以彻底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，永远没有交集。怎么会有士兵？风铃会不会也在医院？怎么了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医院？有个长官受伤大出血，还在手术室抢救，情况很不好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不会是风铃，风铃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文正也在，不会吧？风铃，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有跟你说。所以，你以为刚才在外面的那个人是我，所以你哭得那么伤心。你为我哭得那么伤心，你说你不喜欢我，你信我？苏玉，你明明很爱我，你担心我，可是为什么你要一次一次的？苏玉，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你想和我睡吗？我想做一个被爱的女人，哪怕只能做一天风铃的女人，也满足了。想我？想你，我每天都很想见到你。我也是，想你快想疯了。风铃，以后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。希望你幸福。苏玉，
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苏韵，你突然消失，这给我全程搜索苏韵的消息。医生，我想好了，麻烦你帮我安排乳房切割手术。周司令，我同意做手术。切割手术完成后，我们就离婚吧。小新，你在哭啊？你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？我没有爸爸妈妈。你不是说那个风叔叔就是你爸爸吗？是啊，他就是我的爸爸。那我带你去找他。真的吗？走，我们去找你爸爸。小薇，你不说带我去找爸爸吗？是啊，只要你从这上面跳下来，我立马就带你去见你爸爸。风叔叔和苏阿姨都欺负我妈妈，我要给我妈妈报仇。大大的翅膀，爸爸，我想念爸爸。爸爸，我想念爸爸。谁让你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的？多危险啊！摔断了腿怎么办？爸爸，我好想你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是不是你从一小心跳下来的？爸爸，你又要离开我了吗？我会乖的，你不要抛弃小新好不好？怎么样，好喝吗？谢谢爸爸。爸爸，司令哥哥，他真的是你的孩子吗？你都有这么大个儿子了。司令哥哥，他真的是你的儿子吗？你以前不是都没有过女朋友吗？我不能让小新失望。是，他确实是我孩子。那他的妈妈是谁？不可能是苏韵吧？他妈妈是谁，我就没义务告诉你了。可是我是你的未婚妻啊！可是我已经有孩子了，我也不想耽误你。我们的婚事可以取消的。文林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看，我现在带着孩子，你还那么年轻，你不会愿意做后妈吧？文林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就是一个拖油瓶，只要没有我，阿姨就不会打你了。小新啊，我爱你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只有过苏韵一个女人。小新啊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？如果结果出来后你不是我的孩子，但只要你喜欢我，我一样可以。好吗？好呀，好呀。小新要勇敢啊！小新对人家勇敢了，小新马上就有自己的家了。爸爸，医生姐姐呢？她是不是我的妈妈？我也希望她是你的妈妈。找到了吗？还没有苏小姐的消息。继续查，让她封锁机场和车站，也绝不能让苏韵离开江城。是。苏韵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手术结束之后，我们就离婚。你可以和张宇和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必要互相折磨。好，你要离婚，
我们就离婚。这么多年，少对不起。苏小姐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手术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在手术室外等你。想我？我今天很想见到你。我也是，想你快想疯了。就算饿死你，也不会让你和风铃在一起。帮我伪造一份我老婆乳腺癌晚期的检查报告。好，事成之后我支付500元。好的，郑先生。我不信，我不要做乳房切割手术。好，我要去别的医院看。我带你去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带你去。真是够聪明，还想要去别的医院检查。麻烦您了。苏韵啊，苏韵，你根本玩不过我。等手术结束，风铃怎么可能还会要你？你还不是得乖乖回到我的身边。报告结果出来了，报告显示呢，风铃和小新基因的相似度达到99.99%。风先生，您就是小新的亲生父亲。爸爸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爸爸。这就是我和苏韵的孩子，太高兴了。请医生，快起来。获得单剂是人生巨大的幸福啊！对不起，小新，爸爸让你一个人。没关系，我就知道爸爸妈妈总晚会来接我的。苏韵如果知道小新是我的孩子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孟长官，查到苏小姐的下落，她在哪儿？原来苏小姐得乳腺癌，今天正好要做切割手术。不可能，好好的人怎么会忽然进医院做手术？哪个医院？3医院。苏小姐，现在开始麻醉。王阿姨，吃饭啦？我不吃，这个饭我也留给我们家自己吃的。那给你放这儿了，文阿姨。这谁把水给打倒了？待会儿可得叫人来打扫一下，老人滑倒了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说这文阿姨也真够奇怪的，自己亲生女儿不记得，倒还记得个不靠谱的女婿，真够造孽的。可不嘛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做乳房切割手术了，一点都不关心。你说一个女人要是没了乳房，还是个女人吗？是个男的都得嫌弃吧？苏医生可太惨了哎！哎，你们说谁要切乳房？乳房切了是不是很疼啊？是您女儿，您的亲生女儿马上要被割掉一个乳房了，您就不心疼一下您女儿吗？我女儿？是啊。她在哪里？我要去见她。哎，王阿姨怎么样？我头好痛。孩子呀，你就不该现在出生，你得出生，会毁了我女儿一生的幸福的。外婆也不想这样，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
文阿姨，是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月是我女儿，她是我女儿。文阿姨，小月在哪里？妈，小月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啊，风铃，你还敢来？你来干嘛？小月在这里。你是谁啊？我们正在做手术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当兵的啊？不，你信不信我告你们非法使用暴力？我们有吗？我们只是杀回一条狗。你是狗啊？我。风铃，我不是在做手术吗？苏云，你没事了，你被那个甄思礼骗了。这里是军区医院，我已经带你重新做了检查。检查结果是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，而且各项指标也非常的正常，你根本没有得乳腺癌。太好了，我没有生病，我以为我都……司礼他居然伪造病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只要风铃带苏云到别的医院重新检查，一切就暴露了。风铃再晚来一点，苏云的胸就没了。可恶，明明就差那么一点。司礼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为了控制我，你居然伪造病历，你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？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一巴掌是为了还给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家暴和囚禁。你这种人渣，就只配活在阴沟里。你就没有错吗？你婚前给我戴绿帽子，婚后出轨，你还……再学不会闭嘴，我就真的弃了他。谁敢切你，我就切他。谁是甄司礼？真的抱歉啊，甄司礼，你联合医生故意做虚假声明，造成医疗事故，根据刑法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带走。3、5年。所以你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，饶我这一次。那这么多年，你有饶过我一次吗？所以我现在做错了，给我个机会。等一下。谢我什么？你还有脸求我？我们先去民政局把婚给离，然后我再亲自送你。苏云，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吻你了。你以前吻的也不少呀。妈妈，小新，小新，我是苏阿姨，我不是你的妈妈。我和小新做了亲子鉴定，他确实是我孩子。你都有孩子了？是我和你的。难道你真的不记得5年前我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在野外不小心咬了你？那个人居然是你！后来我执行完任务，想回来对你负责，你已经嫁人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你怎么出院了呀？小鱼，妈对不起你，你早点睡了休息。
妈背着你，偷偷的把他抛弃，我做了来不得的错事，我全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看到你没事，我也就安心。月小军终于有爸爸妈妈了。